但市南势迎新吊桥是专门客旅游唯一的吊桥，嘛因为靠近地面天空发示，是当地热门景点。不过，议员周一齐伫总议船提出过去甲现在比较，相当感慨，因为对夜间光调较大，已经是暗淡无光，加上桥墩阁有钢筋外露，四季拢杂草，毛议员强烈要求市府征收。 并且编列定期的维修经费给公所，对此市长嘛答应会跨局处理。做好之后，那里有灯光，那我们拍照或者是说晚上去那里的时候是非常的漂亮。但是现在呢，全部都不见了。但是现在我们还是打着说永兴吊桥是我们南溪的其中一个我们观光景点嘛，对吗？是。 对，但是我们就变成我们台南市政府把一个说南溪的观光景点放在那边。那我们给你看一下，现在我们永兴吊桥这个维护的状况就是这样。旁边呢，你说的这些美化条、灯光这些，该断的该断，该坏的坏，然后腐蚀了也没人修理。那路边。 就是这个桥边的杂草也没人去整理。它经过16年，现在已经变成这样。我觉得其实虽然不很长，但是我们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尤其是你刚刚提到，管理是给公所管理，是他只是负责日常的管理，但是一些要去整修，包括灯光的这个部分，市政府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所以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来召集相关的局处，包括管理局、公务局，还有其他的局处来处理。 永兴吊桥作为南势当地主要的观光景点，不过现况却互观光客害头，加上连一个公共便所的建立拢无法度克服，嘛互议员强烈要求影响观光。对此，观光旅局表示，除了征收维护以外，希望是串联附近的景点进行带状行销。台南新闻阮子林根采访报道。